声音，我们也来向他倾诉我们的心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侧耳听着主声音。静静听，他在静静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人认他声音。再次从头来，慢慢唱。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静静听，他在静静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神是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认得他每一个儿女的声音，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因为他是这位岁首到年终都保守我们、保护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全地，从岁首到年终，你感受到了吗？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我们继续来读这一段经文：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祷告，再次谦卑自己，神他应许我们，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所以我们在早晨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在早晨我们要再次的来认罪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这位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宣告，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要跟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你认得神的声音吗？认得神的声音，
我们要更多的来祷告，因为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也要回应神的声音。请坐，我们要来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我们在各样的试炼中，在各样的挑战中，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的喜乐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空空的喜乐，而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他全能的属性，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他全知的属性，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他全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将我们的需要都带到他的面前。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上述或者是这些没有讲到的需要，你可以等一下在你的位置站立起来，我们的牧长、我们的同工会为你来祷告。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把你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啊。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让我们的同工来为你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开口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支取从属天来的喜乐，支取从他来的力量。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施恩赐福的神，你是让我们能够经历你恩典的神，你是在各样的挑战跟困难当中让我们有平安的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看见不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角落，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听见我们的需要，主你也回应我们的需要。我们要将这样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全然掌权、医治、赏赐平安的主。主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得着从你来的能力，使我们在各样处境中重新得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持续的要来为我们主日守望，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们在各样的时候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感谢为祭。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他面前，好像这个向至高者还愿的感觉，但不只是还愿，更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日子里面数算上帝的恩典，他在各样的日子里面要搭救我们，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更是要献上感谢。我们特别要为我们个人跟上帝持续有这样美好的关系，特别今年很不容易我们走到了年末了，也要为跨年祷告会来预备，然后大家一起来参与在祷告当中，为今年献上感谢，也求上帝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我们也要为年底全教会的各部门事工的报告计划，还有这些结账奉献来求主来掌权带领，都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要为第4区、第9、第12组来祷告，为苏清长老区长，也为志鹏跟慧清2位小组长带领的这个小组，面对在新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入侵，求主保守看顾组员身心灵平安，也要为99还没有回到实体聚会的组员，能够加入小组的生活，领受上帝的恩典来祷告。我们也要为
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在这个区当中的组员能够真的一起来建立这样 RPG 的复兴祷告小组，在这个小组这2-3个人聚集当中，就要来建立信仰，就要来在里面经历上帝的生命，然后更是在圣经的共读里面来经历这个第一手的门徒训练，就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开始。所以我们在早上的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也为主日来守望。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在主日当中领受到他的话语，来经历他的大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来。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在各样的情况下都能够施行神迹奇事的主，因为主你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主。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预备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预备好，我们要来朝见你的面，也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主要为教会的这个小组，为这教会的区长，特别是舒心长老志鹏跟慧清2位小组长，在带领他们的小组当中，要经历主你的大能。主要他们带领小组，要从你来的能力天天加给他们，使他们所牧养的儿女都能够在信仰上有根有基，更多的来渴慕主你的同在。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后也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而生的。弟兄姊妹，我们持续站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就握你们的双手。为转为尊贵，世上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心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好，那今天很冷，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在唱心中充满盼望这一段之后的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动作，一起来热一下身，暖一下身体，好不好？那我们从头再来。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使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你我同行，心中充满
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是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有神的同在，使我们心中充满盼望。弟兄姊妹，请坐。主啊，因为我们信靠你的每一句应许，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的恩典。即便可能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你已经为我们所预备了。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道路，预备好成为我们属价的主耶稣。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你赐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你赐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上树林高峰。邀请弟兄来唱。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邀请姐妹。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一起来，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将一切交托给神，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再次来赞美，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
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主啊，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寻求你。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都寻求你。主啊，我们要这样子祷告，以主祷文来祷告，成为我们的感谢，成为我们的寻求的管道。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瞻仰荣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从头来让这首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将一切交托给主，将一切交托给神。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向神来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
求主来赦免，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瞻仰荣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再呼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瞻仰荣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一起来宣告，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即使我们是在面对看不见、看得见这一些的患难、困苦，还有挑战，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主，你是以马内利，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要帮助你的百姓，把他们从黑暗当中，从这些罪恶的权势拯救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求你的宝血来遮盖。面对新的一年，主继续用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因为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与你相遇，在话语当中领受你的真理，叫你的真理帮助我们身心灵得着自由。主，让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生命，除去一切的黑暗，让你话语里面的应许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经历，透过祷告寻求来遇见你，经历你所要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那我控制就好。那明年1月9号我们要举行今年明年度的第一次圣礼典。如果要报名受洗的，请在今天之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在明年开始会推动圣经的共读，包括我们牧者的主日讲道，还有迦南之声，我们都会配合从约书亚记开始来读。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共读我们不用担心牧者会做一些影片的示范让我们知道如何2、3个人、3、4个人一起共读。也透过这一些共读同的祷告，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那我们会透过一些的影片来帮助我们
也透过每一天的灵修牧者会录这个 podcast 会帮助我们如何来读那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会先大概就是速读1到4章，约书亚记1到4章那把里面的一些的重点提醒，那完之后我们会就是1章的几节或是1章这样慢慢来精读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有订购这一些书册的对不起，那我们有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那我们教会有补助，每人自付500元。我们第一批的书已经来了请在今天缴款领书。第二批登记在12月26号截止1月2号来领书。好，那我们在今天完之后9点50到11点会在文昌公园市立图书馆进行医疗关怀的咨询。那我们有这些服事的医师同工那愿上帝来赐福。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愿意来参与这样的志工欢迎来报名参加。那我们2021年的年度即将结束会有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会开立奉献证明。你的奉献是可以开立奉献证明，在明年可以抵扣综合所得税那刷卡奉献我们在信用卡到今天那划拨已经过了那现金的奉献是到12月31号截止我们把握机会将财宝存在天上来经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成人牧区有恩典小组，他们会在每一天的每一周的1、5早上8点到9点在桃荫路建国公园有赞美操的运动那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运动传福音那边成为一个新的点那我们有丽英小组长还有带领一些的同工我们也欢迎有一些的志工可以在那边参与那可以吸引一些爱运动的人，透过这样的赞美操，那一些诗歌是有圣经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那也可以透过这些的运动带领人来认识到这个福音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参与的可以联络我们的黄丽英小组长感谢主，透过这样的赞美操，身心都能够健壮好，青年牧区在1月26到1月29 2022年赖米英雄青年的冬令营请我们鼓励我们的年轻人来参加12岁到23岁的这些的年轻人里面就是我们也帮助这些年轻人108课纲有许多要学习的那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在思辨的能力在时间的管理等等这一些的方面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有好的成长。所以我们鼓励家中如果有这些年轻人，鼓励他们出来让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信仰都能够成长。那我们在这个礼拜3是没有祷告会这个礼拜3跟你的旁边说礼拜3没有祷告会。我们礼拜5礼拜5最后一天，今年的最后一天只有这个礼拜3没有那我们把礼拜3的时间移到跨年祷告会，所以12月31号10点半10点半到隔天的凌晨0点10分我们在这里我们有跨年的祷告会。那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如果你停车停在这个中华还有太仓的停车场那因为它有时间的限制请我们注意，它是到营业到12点12点，所以要参加的弟兄姐妹请注意你停车的时间
那可以把它移出来这样哦。那我们一起透过复兴祷告来经历上帝新的一年的丰盛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影片，那个声音。我们感谢这些同工哦，用心来制作这些的影片哦。让我们一起用复兴的祷告烈火来进入2022年，经历丰盛的主恩。那邀请你一起来参加祷告。如果你过去都没有参加跨年祷告，今年是一个机会哈。那让我们进入到生命的丰盛里面啊！愿上帝来赐福我们新的一年，经历他的恩典。好，其他的请我们自己来看啊。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读2遍，一起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马太福音6章13节再一次，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马太福音6章13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不用勉强。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我们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悲爱我们的父神啊，还是感谢你，在这圣诞假期当中，能够召集你的儿女在这里，不止欢庆耶稣的诞生，也能够聆听你透过牧师的口传讲你的话语以及你的旨意。求主能够让我们散播出去的福音种子因你的爱而发芽，也求主能够持续保守我们，不管在家庭、职场、学校，都能够遵循你的教诲，更新我们的生命，而能够成为见证。现在我们承上我们的时间，
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主悦纳。孩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坐下，彼此来祝福。愿你的祷告能够诚心所愿。祝福你的祷告能够诚心所愿啊，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你们相信吗？我是今年第一次站在这个台上，在主日的时候，所以这个讲台对我来讲有点陌生。但是呢，你们很熟悉，很开心。我们今天能够来跟大家来分享，也在第4季我们主导文的最后一个篇幅。那我们要一起来读经。那我们可以划开我们的手机，或者是你有纸本的圣经，我们来划开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等大家预备好，然后你抬头看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可以一起读经了哦。好，预备好了吗？是不是我们 PPT 也有？对，你看我果然是主日今年第一次。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来到了2021年，就是2021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这个一年的尾声呢，真的要跟旁边的人跟他讲一下，今年你真的不简单。跟你旁边讲一下，今年你真的不简单。就不简单呢，哇，竟然可以活过没有？为什么？因为台湾在5月的时候怎样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呢，我们终于跟全球同步了。我们终于跟全球同步进入3级警戒。但是呢，这个1年下来，其实大大小小，这边我找到了10件这个雅虎奇摩帮我们做的10件那个。这个统计年度10大的台湾新闻不知道哪一件事对你来说呢最有感，甚至你在那一个过程当中，你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或者是有人怎么样，因为疫情啊，睡不着、吃不下，很担心啊，出门会不会怎么样？家里人会不会怎么样？长辈会不会怎么样？哇，有慢性病的会不会怎么样？想了很多很多很多还或者是你看见了其他的事件在台湾发生，然后你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想一下，在今年里面，你祷告的事情，它是诚心所愿，如你心愿吗？还是事与愿违？没祷告没事，祷告之后，结果事情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在那个讲道大纲上面写这个危险的阿们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话你会有什么感受祷告是一件危险的事，为什么？牧师这个定义好奇怪。因为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透过主耶稣教导的祷告文来认识、聚焦这位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他让我们在不容易的时候来寻求他。不过，请问你要寻求什么呢？在开始的时候，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目的就很简单，就是呢，诚心所愿，你的国降临。这个你就是神，这位爱我们的神，愿你的国降临，也愿我们的生命是活出永恒的生命。所以有永恒的生命，那有短暂的生命吗？有稍纵即逝的生命吗？有那个没有盼望的生命吗？有可能看我们怎么来看神的话。
跟我们怎么活出神的话。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要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年你感受走到哪一圈？这是一个那个舒适圈的理论。你在舒适区吗？还是今年你在这个伸展区呢？有一些挑战跟压力，但还 OK。还是你今年一直在恐慌区里面？哇，这是要吃安眠药才睡得着，已经到了睡不着的状况。哦，这现在又来新的病毒，该怎么办？哦，我这个房贷啊，我这个通膨啊，这个怎么办？还是你今年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区域，奇迹发生的地方。今年有奇迹发生在你的身上吗？我们在看这张图的时候，从最中心的舒适区，其实它就是我们大部分不用花太多时间，感觉到很熟悉、做过，而且很有把握，甚至很擅长的事。哦，洗碗简单嘛，扫地简单嘛，哦，接待新朋友好难。哦，祷告简单，哦，来教会聚会简单，读经哦好难。你在哪一个区域？而第二个区域呢，伸展区，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感受到有一点压力，觉得好奇，有时候会有点犹豫、担心，需要勇气来面对。那恐慌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哦，在这个地方，哦，这件事情让我已经感觉到好紧张，手心一直冒汗，哦，就像我今天疫情之后换了讲台，我原本都站在那边的，突然换了一个讲台，会不会有点紧张？不只是紧张，恐慌区是到了你可能会面对这件事，你是很害怕的，会焦虑不安的，会感觉到很没有安全感的。还有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他好像是一个人，他在走进一片树林里面，就在那里走，在走，在走。可能他知道他要走的路是这个路径，也可能他在这个树林当中，他已经开始迷路了。可是很特别的是，他竟然走一走，走一走，怎样？走到一个出口，是他没有想过，哇，我怎么会在这里？比我原来要走的那个路还要好。他更在这个出口上面呢，发现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在2021年竟然有一种成就感。我竟然在2021年的时候感觉到满足，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我竟然在2021年的时候感觉到我的祷告，原来上帝是这样听的啊。哇，恭喜你，经历走到奇迹发生的地方。当我们在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想，今天牧师第一个要来分享，哦，上面有很多字，谢谢谢谢，字太小。当我们在想祷告的时候，这件事其实有点危险。特别我们说阿们的时候，我当然会说，为什么阿们这个事情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知道你在阿们什么吗？有一个人呢，他去到公司上班，然后他听到一个消息，他很高兴，因为老板说，接下来呢，我要从这一群人当中要选出一个人，要把他升做主管。所以这个人他就祷告说：“主啊，我好希望那个人是我，拜托那个人要是我，太好了！要这个年头要年终都很难，竟然还可以升职，还可以加薪。”结果祷告完之后，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发生什么事？他不止没有被升做主管，后来他被裁员了。哇，上帝，你不是应许我的上帝吗？我在那边很用力说阿们阿们，上帝你是应许我的上帝，结果我被裁员，开玩笑，2021年呢。感谢主，他被裁员。当他被裁员之后3个月，原本要升主管的这个老板竟然跑路了，结果要升主管的那个主管职位，当上主管的那个人变成是要背债的人。如果我跟上帝祷告说，让我升职吧，阿们，诚心所愿吧，照我的心愿吧，完蛋了，因为
上帝他如果没有保护你，你就会真的变主管。但就是因为神保护我们，使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说阿们。但是请问一下，你如果因为祷告后被裁员，你的感觉会不会觉得很危险？我这个祈祷，我哪祈祷，没祈祷没代志，祈祷就出代志。那我到底是要祷告还是不要祷告呢？祷告总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常常在做一个祷告，是我们可能自己都不愿意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我们从上帝的话来认识，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有可能不愿意哦。要在这个非常有盼望的经文，哥林多前书2章9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未曾。如果上帝为你预备的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你从来没有听见的，它就发生了，你觉得危不危险？从来没有被裁员过。我们客服班从来没有考这么好过。今年发生的事，礼拜3一直来读书，原本成绩都不在他的想象范围内，我觉得危险。我下次万一考得比这次更好怎么办？没有啦，真不会觉得危险啊。我下次如果考比这更差怎么办？我们觉得危险，因为我们在这边做客服班嘛，越读越差，还是越读越好？祷告让我们之所以感觉到危险，是因为神他在预备你走出你的舒适圈啊。神他从一个更大的范围跟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2021虽然经过了疫情，可是却有很多的发现。你发现在2021年你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吗？而主导文呢，更妙的是它有一个不存在的荣耀。什么叫不存在的荣耀？我们刚刚读经句的时候最明显，马太福音6章13节是一个夸胡，然后呢，如果你看里面小小的字，它下面写古卷没有这段经文。当我们去找这些学者说法，或者是说我们回到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文里面根本没有这段经文。没有第13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但是会因为经文没有这一段，上帝的荣耀就因此不存在吗？如果我们回到祷告，特别是一个有权柄在位者的祷告，我们称最早的祝祷。在历代志上29章10到13节，最早的祝祷，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形式，因为我们讲祝祷的时候都会说权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直到永远。阿们。在我们祝祷的时候，被称为最早的祝祷，就是在这段经文。而这段经文呢，我们在看这字很小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大卫王那时候带领众百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是在圣殿敬拜，他们在预备材料，他们在奉献这些材料，奉献钱，奉献人力。然后，当这些资源聚集的时候，大卫王就带着全国的人民来到上帝的面前祝祷。这个祝福的祷告是将这些献上给上帝，将我们的场地，将我们隔壁全部献上给上帝。是大卫他带领百姓在奉献、预备材料、建立圣殿的祷告。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实际建立圣殿的是他的儿子。而在这个地方，大卫他已经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就在这当中。所以在这边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天上地下都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
丰盛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们相信他的荣耀吗？即使你在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原文根本没有出现这句话，可是上帝的荣耀仍然与我们同在。只是它存在的这个荣耀的形式，可能总是跟我们想的有点不一样。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下午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在圣诞欢庆，我们在庆祝，我们在感恩，感恩这位婴孩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诞生。然而他诞生的地方，昨天音乐会在这里的时候有讲到，是在一个马房里诞生，甚至他被放在马槽里。如果你是一位父母，特别你家有新生儿，你会愿意你的孩子放在那个地方吗？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是马住的地方那个年代的卫生条件跟现在差非常多。你会觉得这个地方会有荣耀吗？或许你可能走进去都不想走进去，因为味道好重啊。然而，却在这当中，上帝借着他的天使向人来说：今天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的恩典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而我们愿意相信吗？我们今天在讲祷告祷告其实常常最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祷告总是配合着许多不合理的行动。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我每次做完礼拜要回家的时候，今天牧师说我们要学习饶恕，可能是这个内容。然后当你回家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人之后，你突然觉得算了，下一次好了。不合理的行动。祷告总是让我们最无法理解是许多基督徒的体验。有一些人呢，他在信主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没信没事，一信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挑战，好像没有信的人比较幸运或者是有一些人他被拣选成为长老、执事，甚至牧者，如同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成为同工之后，一个接着一个服侍，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好像不是同工比较轻松，或是有一些人他从一个角度去看，哇，那我不要当同工，事情太多了。祷告之后，你会开始发生许多你以为，结果不是的行动，然后这时候或许会有个想法，因为在今年的时候，我们的陈牧师，他回天家了。你可能会去思想一件事情，那些令人敬佩的信仰前辈，特别是那个带领你走信仰道路的，陪伴你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当他在遇到2021年这个情况的时候，当他遇到3个月大家都在这样子，很像在关紧闭，不能出门，不能5个人以上的时候，哇！如果我的信仰前辈，那个带领我、帮助我在信仰上面建造根基的，他会怎么想？他那时候的态度会是什么？我要怎么样来面对我现在的境况？还就随便啦，就这样吧，不管他。还是你会想尽办法突破这个过程？可是突破的过程，可能你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行动。什么叫不合理？譬如说超时工作啊，那个一位朋友的爸爸，他跟我说：“那个你是当牧师哦？”我说：“对啊。”他说：“我觉得你好像不是牧师你很像廉价劳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看你每天这样子就是早出晚归啊，都是晚上很晚回去，然后早上很早来，然后你们好像也都没有休假每一天都这样。”在外人看来，
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会有很多看似不合理的行动，可是这些不合理的行动真的不合理吗？如果我们以祷告是回到上帝的心意，说阿们的时候，这些不合理的行动，可能有一件事会让你觉得最不合理，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已经知道他即将要走向那十字架，他已经知道他被他所爱、带领的这些门徒背叛，他已经知道。这时候你会做什么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吗？救我们脱离凶恶吗？耶稣做了一个祷告，他就稍往前走。我上个礼拜有知道，周六礼拜的时候表演什么叫做匍匐敬拜，就是一整个人完全的趴在地上，完完全全的，不管那个地上是泥土地、水泥地，或是像现在比较干净的地板，他趴在那上面，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没有犯罪的耶稣，他祷告完，他是神的儿子，他哪有没有办法胜过他们的道理？他一定可以啊！他是行神迹的耶稣，他可以用他的各样的方式，只要他想，他就可以不要这样做。但是耶稣反而被抓起来，他反而在这当中选择他愿意只照你的意思，只是因为这句话被钉十字架。一切的不合理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走到了一个极端，就是不合理到一个程度，是你愿意为了神的缘故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是为了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阿们危险吗？当你祷告的时候危险吗？非常挑战，挑战我们的生命。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人际，或是我在为我们台湾这个地方、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经济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祷告完，我们说阿们，诚心所愿的时候，就是代表一件事情，你愿意将这些事情的主权交给上帝，那就不会照你的意思了，抱歉，就不会照你的意思了。你的孩子不会照你的意思，你的社会不会照你的意思，你的经济情况也不一定会照你的意思，因为诚心所愿啊，弟兄姐妹，我们会开始走出舒适圈，我们会开始进入恐慌圈，我们会在伸展圈里面、恐慌圈里面，但有可能我们会到达奇迹发生的地方。你走到了吗？在圣经中最早出现阿们的经文，你们知道在哪里吗？非常早，就在创世纪。创世纪第15章6节。这句话完全没看到阿们，阿们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中文的翻译啊，非常的美。因为亚伯兰他相信耶和华，耶和华把他看为义人，上帝把他看作是一个合他心意、跟他关系很好的人。但是这句话原文只是一句话而已，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亚伯兰向上帝说阿们。亚伯兰向上帝说阿们，愿自己的生命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当他听到上帝告诉他说，亚伯兰，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你要去到外地，他怎样想都没想。我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情境？他有家眷，他有这些仆人，他有这个田地，有牛羊，就这样离开了。重点是来了，我觉得这句话最真的很有信心。
他要离开的时候，在希伯来书说，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上帝跟你讲说，来，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哦，你要去找新的工作，你要去找新的环境，你要去遇见一些新的事物，学新的专业，跟新的人建立关系。谁？不知道。哪里？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你就去，你要去吗？危不危险？好危险。阿们，他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在表达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主啊，我相信你是赐福我的，阿们。这个阿们，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就紧紧靠在这个赐福上面，我将我刚刚的内容带到上帝的面前，我紧紧靠着他，让这个祷告的对象成为我的依靠，也让我在各种摇晃、恐慌的时候，我就靠着他。这是阿们。所以阿们完这些事情还没有不一定结束哦，可能还在路上哦。所以我们每次在祷告说阿们的时候，我们前面都会加一句话。你想到是哪一句话了吗？我们都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意思就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稳固，紧紧的依靠耶稣基督的名。耶稣他的名就是上帝是拯救，我们紧紧的依靠上帝的拯救。耶稣他有说他自己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紧紧的依靠道路、真理、生命，就开始在你生命当中要彰显出来。开始你的舒适圈要开始慢慢被扩大，你开始会走出去，开始要在这些挑战当中，开始在每次阿们里面继续的学习，继续的被挑战，继续的，等一下会说到被破碎。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发现，跟我们在传统民间信仰认识的祷告有什么差别？非常大的差别，因为根基本来就不一样。我们的祷告是根基在真理的阿们，在真理上说阿们。所以如果我的祷告不是合乎真理的，不好意思，我这说这个阿们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我的祷告没有在真理上说阿们，上帝不会成就啊。或许成就了，你以为成就了，可是不一定是上帝的意思哦。既然在真理上说阿们，那这个说阿们的人，他就会在他的祷告中被真理来塑造。你跟我们就会一起在神的话里，就在耶稣里，我们会一起来被塑造。而第一个塑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会被上帝来认识啊。我在这里叫他真理的鉴察。什么样的鉴察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也是一个诗人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人说这是大卫的祷告，有人说是某一个诗人的祷告，不管他是谁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很经典，因为在这个祷告当中，其实就显明了几件事情。我们的祷告里面，上帝他认识我们，上帝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求你鉴察我，求你，为什么要用求的？上帝的确知道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的意念，可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上帝其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或是我们以为他不知道，我们不想他知道，我们假装他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而这个诗人他在讲的时候，其实他有一种感受，就很像我们一开始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样。
他的感受就是我要向你来坦诚，我就是这样。求你让我知道，你也知道，以至于我们都知道的时候，彼此核对的时候，彼此了解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我该怎么行。所以到最后，这个祷告是一个引导我走永生道路的祷告。在这里，透过真理，透过上帝的话来鉴察我们的心的时候，面对我们的祷告，你明白你自己祷告的动机吗？你为了什么缘故祷告？你明白你心中自己真实的意念吗？你是抗拒神的，你是认识神的，你是渴慕神的，还是你对神其实很羞愧，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透过祷告，我们会对上帝敞开心思，毫无隐藏，并不是上帝看不见，而是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对他毫无隐藏。而在这当中呢，更是透过祷告，我们求上帝来引导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需要交托给他，交托给他，进入真实的挑战。我在这里给这个祷告下了一个小注解哦，我写说最不信任之处，就是真理所住之处。那个罪为什么会放这个罪呢？因为罪让我们没办法相信上帝，而且通常就是你最不信任上帝的地方，可能你在关系上最没有办法信任上帝，那就是更需要真理驻扎在那个地方，更需要神的话来去回应那个你最不相信的地方，可能是你自己哦，有时候，所以你更需要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用真理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第二个是，如果我们在真理说阿们的话，你就会经历到真理的破碎。这个破碎呢，非常经典的，我们每一次要圣礼点的时候都有。我们一起来读。注解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讲到的是耶稣讲到他自己即将要被破碎，而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再次来纪念他为我们付上代价。然后我们并不是耶稣，所以我们这样做，也就是我拨开我的身体，其实也没办法救赎大家，只有耶稣能够。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我们看见他的爱是到一个程度，他在真理中被破碎。有一个牧师呢，他领受呼召，他想要去开拓教会，很年轻哦，20几岁、30岁。于是呢，通常会想当牧师，一定在信仰过程中被带领一段时间嘛。我假设啦，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于是呢，他就向他的属灵导师来请教。如果你有一个属灵长辈一直带你信仰，那个是一个很幸福的事。他就向他请教，而且他就想说，他要跟这个属灵导师分享他的意向。他想要这个教会长什么样子？他希望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样被带领？他想要这个敬拜呢是什么样子？哇，噼里啪啦讲了好多好多好多，讲到越来越兴奋，好像这件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一样。然后呢，他的属灵导师就坐在他的旁边，静静的、慢慢的听他讲，听他讲。哇，好棒哦！有这样的想法，哇，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向，有这样的看见，哇，这么年轻，好有盼望哦。然后都等他讲完之后，这个属灵长辈呢，就跟他讲，有一件事情，有很多事情我走过了信仰道路，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情，就是也是唯一的保证，就是我相信神会破碎你。哇，你刚刚才讲完了意象，感觉非常充满盼望，有没有种被浇冷水的感觉？而且他是轻轻的讲，不是那种很愤慨哦，我看我吃的米比你吃的盐还多的那种，不是。神会破碎你。
讲完当下，属灵长辈那种感觉是，如果我在想，如果是我啦，好，在这里面，这个牧师呢，这是真实的故事哦。他当下脑中一片空白，像被雷打到一样。他以为他的属灵长辈会跟他讲说，神会成就这一切，神会建造你，神会帮助你，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没关系，神会带领你。没有，神会破碎你。讲完之后，他有没有去开拓教会？大家，你们觉得呢？讲完当然要开拓教会啊！你都说神要破碎我，对不对？我当开给你看嘛。他真的就去开拓教会，但在开拓教会的过程中，哇哦哇哦，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破碎啊！在每一次经验里面呢，那个好像自己灵命很刚强啊，好像自己很厉害啊，好像自己讲很多的厉害的道理啊，哇！全部都在开拓教会的过程中一一被击碎。玻璃心啊，还有什么？草莓啊，还有什么？想得到的，全部都出现。更妙的是，其中有一次，跟他从以前一起打拼的一个同工，就这样一路一直打拼的同工。他听见他这个同工，他这个好朋友，生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些状况，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听到之后，也或许表现在他这个好朋友后来的服事上，他就去跟他沟通。结果呢，通常是这样嘛，在教会有一些沟通呢，就是没沟通还没事，一直要沟通，冲突就开始了。然后冲突开始之后呢，就会不同工了啊，不同工之后就会离开教会，就是一个顺序这样子。但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啦，他们就有冲突。有了冲突之后呢，他心里一直在想该怎么办。就像今天一样，这个牧师他主日还是要讲道嘛。当他讲完道之后回家，他就想说：好，我今天要去找他，我要来跟他和好，我们要来把沟通，我们要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这个同工也是在教会的哦，我要跟他解释清楚。就正当他要去的时候，不好意思哦，他就走了。谁走了？同工就走了。同工因为他自己心里面的状况，他走了，而且是自己走的，自己自寻短见啊。冲突还没解决，我很爱的好朋友一起在教会打拼的同工就这样走了，心里面感觉好难过哦，好难讲那种感受，好难理解。说的阿们变得很危险，我曾经的呼召很危险。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很妙，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原来这个好同工跟他一起同工的离开了，他原本要解决冲突的没办法解决了，只剩下只能陪伴他的家人，在那里一起哭，在那里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上帝的安慰，一起经历上帝带领他们接下来的事情。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这个。这位牧师，有些人可能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也没关系。可是你可能知道这个，这是一个 app， 是他们教会一个年轻人渐渐发展出来的，已经超过1亿的人次在使用。他叫做克雷格罗雪，他是全球领袖高峰会的代言人。每一次领袖高峰会，他都会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教会是越来越多人，他们用这个科技的方式，同一个时段在30几间的教会，我忘记30几间还是300多间，我不记得，我要去找资料。同时，他们教会非常多人，
但同时他也在经历一次一次被上帝破碎。很多时候，神的破碎会带来更多的祝福，而这个祝福，我们有领受到吗？还是我们很怕被破碎，就这样就好了？不要，以至于我们没办法承受更大从上帝来的赐福。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事都还没有发生，这个 app 还没有发生，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多的定点同时一起敬拜上帝还没有发生，竟然让他好起来的是一个他一直长期陪伴的弟兄，而且好像还是个慕道友。他们相约去健身房，就在那个过程中，常常带领他，陪伴他一起读经、祷告。结果神竟然让他从这位弟兄身上得到安慰，透过这位弟兄鼓励他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在2022年开始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说已经开始了，就是透过圣经共读的方式。我想讲到这的时候，邀请大家来看一个影片，帮我放一下，这也是我们的同工制作的影片，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在遇见自己生命的境况，不论是好还是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一起来经历。我们一起来看这影片。这是4个步骤，可是它是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让我们一起从神的话，一起从祷告，更多的是，这个还没有哦，这好一个这种。展翅如鹰，专心仰望，手结心亲，信心锻炼，坚固如金，共同祈求，成为精兵，经历应许，见证福音。邀请您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迎许上帝的应许，一起来哦，一起来哦。而且我们都列出来，我们都为大家预备好需要的材料啊，帮我换回原来的 PPT。当这位牧师他遇到他人生很低谷的时候，竟然是因为他平日在跟一个弟兄传福音，跟他一起读经，跟他一起祷告，服侍这个弟兄的过程中，神使用这个弟兄来安慰他的生命，来唤醒他的生命，来让他的生命重新得力。很奇妙，很多事情真的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的道，才更多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可以放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经历祷告，在真理中被破碎，可能到一个感受上会是这样，但是却在这当中，神要让我们得着那真正的生命，而且是永恒的生命。在2021年里面，真的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特别在今年对台湾这块土地来说，很大的变动，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在2021年，不只是台湾，全世界不断在收集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状况，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样貌。不论是在台湾，在全世界，不论是天气、经济、社会环境，甚至是疫情，我们所遇见的已经跟我们以前想象的非常不一样。每一个人好像被迫都要走出那个舒适圈，很多时候感觉到很危险。但是如果你从上帝的角度、上帝的视野、上帝的国度来看的时候，或许你不是从舒适圈走出来，而是你从奇迹发生的地方走进去。奇迹发生的地方，我为这个做了一个2021年的回顾影片，但是很短，而且我从我的视角，所以里面可能不一定会出现我们教会真正全部的事情，但是我很想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在2021年真实经历了好多的状况，好多的事。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可能你要从头，因为它画面好像没有跳。我在影片里面放的很多是我们今年在教会里面的事工，可是这些事工是因应环境变化而做的调整，所以你会看见好像跟2020年、2019年都已经长不一样，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在线上进行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在家有爱，爱你幸福。前几个月呢，非常开心，过年有很多的人去到很多地方，禁食祷告，招聚很多人来到我们当中。接着疫情就爆发，生平第一次开线上的长子会。在暑期，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家里，我们做了许多的活动，线上的活动、线上的讲座。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有很多人都共襄盛举，一起从各样的地方，透过网络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持续的，一直到昨天，还有圣诞的音乐会。这个2021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不太好过，甚至是很不好过。可是神的话却成为我们心中的盼望，让教会在2021年的时候，不断的在寻求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让神的应许透过我们生命许多不合理的行动。疫情这么严重，你还跑出来；疫情这么严重，你还服侍；疫情这么严重，你还这么的努力建造教会。看似许多不合理的行动，可是却是上帝看为美好的行动。从2019年开始，疫情就开始影响全世界，一直到今年的5月19号，台湾好像才真正感受到那种真的没办法出门，真的很危险，真的很多状况。但是教会仍然在不容易的时候，继续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这就是教会。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会跟天父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真实敞开的关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面对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心意。祷告也让我们向耶稣基督学习他的样式。这个 PPT 没有出现。学习他的样式，学习他如何爱人如己，真的。在疫情当中更是困难，因为你可能举办一个线上的祷告会、线上的活动，但你的前置作业可能是以前的2倍、3倍更多的时间。祷告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中活出上帝的心意，而这是我们的回应吗？
我们每一次在主祷文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是上帝忠心的仆人儿女吗？我是有权柄，依靠他权柄来服侍的吗？我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吗？我是凭着信心行事，对应许说阿们的吗？当我们说阿们，生命会经历很多不一样丰富的状况，但是也让我们在2021年充满盼望，因为我们即将要进入2022年。刚刚的 PPT 复兴祷告，我们要再一次透过祷告，再一次在敬拜当中来经历上帝的同在，来经历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的生命成就上帝的心意，也让我们的眼光从奇迹发生的地方走向神。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救。你赐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你用重价救赎我，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经历只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谁也在邀请我们，在祷告中只求你的意思，不求自己的意思。你赐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愿这首敬拜的歌词成为我们的祷告，一起向神来祷告。你有什么还没办法交托的吗？你害怕什么样的危险吗？但是如果那合乎真理，你真的要为上帝大胆的来尝试，为了他的名的缘故，你要向上帝来求，你要向上帝来争取，你要向上帝来说：主啊，就是我，我愿意，我愿意成为那个被差遣的人，我愿意成为那个被鉴察的人，我愿意成为那个被破碎的人，我更愿意成为被主差遣出去传扬福音的人。我邀请大家，不仅是牧师要为你祷告，更是你向上帝的祷告，你自己开口来对他说，你愿意把什么交托给他，再一次开口来祷告。这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需要就
大胆的开口来跟神说，我们就开口来祷告，开口来向你的上帝来呼喊，向你的上帝来恳求，向你的上帝来交托，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不要吝啬你的话语，不要吝啬你对上帝的心意，上帝知道的，上帝知道。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信实不改变的慈爱临到我们，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在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使我们得着拯救的恩典当中，主，我们有新的可能。即使我们在面对主啊，你要扩张我们境界，遇到许多的挑战，会需要被破碎，主，我们仍然愿意来跟随你，因为主，你的心意是将你的儿女的生命得着丰盛，得着完全。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要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再用主祷文成为祷告，也是今天的祝祷。我们一起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愿上帝在你的祷告中赏赐你亮光，请坐。